瀨尿牛丸？冇錯。點解會咁彈嘅？因為粒牛丸中間係空嘅，原理就好似而家鞋底有氣嘅 Air 波鞋一樣。我想整啖得唔得？快啲啊！好爽啊！爽啊！爽啊！全靠佢啫。阿火雞姐嘅腕力驚人，只有佢先可以打出咁靚嘅牛丸，因為平均每底牛肉需要26,800幾次，不停係咁中係咁中。瀨尿牛丸點瀨尿法？成粒拍落去睇下點啊！從未試過咁清新脫俗嘅感覺，牛肉嘅鮮，瀨尿蝦嘅甜，溝埋一齊嘅味道，居然比老鼠斑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甚至比我嘅初戀更加詩情畫意。所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，好詩好詩。大佬，冇嘢啊你？行開啊！呢粒嘢掂啊！名我都改埋啦，爆漿瀨尿牛丸。牛丸呢劑我提發達都似喎。講啊！你當我契㗎？咁易發達，我一個嗱我一個會講啦。我信佢應該點做啊？梗係開間鋪頭做旺佢，揾咗第一陣錢先啦。哇！咁我咪可以換過部最新嘅卡拉 OK。伙計講出嚟就俾人笑啦，梗係買層樓收租啊嘛，咁先至係最高張。梗係啦，不過如果俾我呢，開分店，一間變兩間，兩間變四間，四間變八間，八間之後再上市，上市咪就係集資咯，跟住炒股票，搞埋地產啦，笨。跟住再分叉上市，到時淨係收股息，我都唔知點計啊！啊，你笑啊？你明啊？明就唔係好明啦，不過聽落就好有計啊！